讲到这几天呢，这金仔价数一直咧变动，亲像顶礼拜上介悬的时阵，一钱是2万1，不过落到单呢变做是17000啊。国际金仔价呢，顶礼拜冲破1盎司美金5500了后呢，就开始落，一直落到今仔日报到美金的4500。另外讲到银的部分呢，是落个较严重，到单是落4成。台湾银行就表示讲，伫咧美国期中选举进程呢，拢较有可能会起起落落。国际贵金属出现价数波动，拜一下晡有人去店内一捆就买20粒金豆啊，希望较俗金买。因为黄金伫顶礼拜5发生10多年来上大的落价，拜一价数大落。买卖的人数相对的话，大概增加了两成是有的。台币1钱大概相差个2000多至3000块。看国际行情，业者嘛紧对换牌价，一个5两金条初日买价是一钱17450块，比起1月29一钱是2万，5两就差12万外。国际现货的黄金价同款波动真大，第29捌吸到每盎司5500美金，历史新高价了后，3十半钟各大落12%，落破4700美金，是10多年来落上济，一直到2月初日继续抬价，落破4500美金。10月份上涨到这个1月呢，这样的一个幅度，大概回档以目前来说，回档50%，甚至于到这个61.8%，应该都是一个合理的范围。那之后可能会花1-2个月的时间整理，那趋势上应该还是会慢慢回到一个上升的趋势。另外，白银现货价伫前一个周末落将近12%了后，初日佫落到70美金，累计落价幅度已经达到40%。专家分析市场上热，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联准会前理事华喜担任下一任主席，货币政策可能改变，出现短线整理。周五的话，就是市场借由川普提名 Kevin Warsh 当联准会的下一任的主席这件事件来去引爆这个卖压。那假设进一步升温的话，例如美国跟伊朗开始出现有军事方面的实质冲突的话，那避险的需求还是会重新回到黄金。那台股初日嘛同款整理的行情，大盘开价走价，盘中捌大落704点，上价来到31359点。电子权的股台积电开价带头落。盘中上价1745块，不过尾盘落价幅度有较黏，收伫1765块。另外，记忆体族群低润双雄、南亚科、华邦电，也有昆联、立积电拢落停。但是新台票兑换美金收盘收伫31.59，大落1.22角，股汇相杀。外资连顶礼拜5两个交易日卖超达到1000亿。记者采访报道。